透过台东的消息来看，云林乌鱼子是真侪有回乡亲爱食的物件，因为少年人比较就较少。靠湖乡有一位鱼友专工做乌鱼子的饼甲乌鱼子的往来酥，想要试一下少年人的市场。靠湖乡有一位渔民研发出乌鱼子饼、乌鱼子往来酥等等的产品，希望让更多人接触乌鱼子。我们开始研发了乌鱼子饼干，然后还有乌鱼子凤梨酥这样子的产品。乌鱼子食起来真咸，阁真香，阁有来自大海的鲜。渔民嘛，教大家食乌鱼子的小撇步。我们就是先把它泡酒。如果你平常是很害怕腥味的人，你可以泡酒精浓度高一点的，然后才自烧。然后第二个方式就是你用锅子干煎，稍微热锅一下，可能是1分钟左右，要把它扒开，然后干煎第一面大概1分钟，再反过来再1分钟，所以这个是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的料理。乌鱼子的产季大概到过年进前，嘛欢迎民众把握时机来到山地佚佗。